Hello， 大家好，我係 Gary， 歡迎嚟到 Gary Phototech。唔經唔覺咧 ，Gary Phototech 已經嚟到第6年啦。喺呢度好感謝各位觀眾一直支持我，特別要感謝所有嘅付費會員，等我去製作優質嘅節目嘅。回顧翻點解要開 Gary Phototech， 同埋仲有就係話呢6年嚟嘅一啲心路歷程嘅。6年前2020年啊。如果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咧，地球發生咗件大事嘅，好多人一世都未經歷過啊！我就叫做咧，沙士之後咧就第二次就係 Covid 啊，感覺到叫做病毒嘅威力啊！咁啊呢次最犀利係咩咧？佢個時間好長，呢一場嘅世紀疫症咧，令到好多嘢咧都停頓咗，好多嘅生活嘅模式都改變晒。咁其實點解會有 Gary Phototech 咧？係因為咧，其實19年咧，我同一班志同道合、中意影相嘅朋友咧，係有教一啲普通嘅或者基礎嘅攝影課程嘅。咁啊，基本上咧係講一啲最基礎嘅，我哋叫做相機鐵三角啊，或者叫攝影鐵三角啦，就係 ISO、快門同光圈嘅呢三者嘅關係同運用嘅。咁啊，但係無奈啦，呢個地球就話咗俾我哋聽咧，由於咧有 Covid 啦，咁啊一方面咧，我亦都唔可以做咁多叫做親身嘅授課，咁咧一班朋友就話，不如你開Zoom 嘅教學啦，即係等我哋可以上網都聽到啲基礎嘅課程啊咁樣。咁啊，如是者又教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咁有朋友就話：喂，你搞 Zoom 咧有個問題㗎，淨係咧當其時上去聽嘅人咧先聽到㗎。你一錯過咗你嗰個時間咧，就冇咗啦。咁佢就話：咁不如你索性拍片做 YouTube 啦。咁就係因為呢個機緣巧合之下咧，咁我就比較勇敢啲啦嚇，就膽粗粗咧就去開呢個叫做Gary Phototech 嘅。咁啊，一開始 Gary Phototech 咧，其實主要咧都係講一啲攝影嘅資訊啦，包括咗頭先講嘅攝影鐵三角啦、ISO、快門、光圈啦，仲有其他嘅一啲實用性啲基礎性嘅知識嘅。咁啊，隨住時間一路演變啦，一路過咗去啦，咁啊有朋友話：喂，其實即係知道我都係有玩航拍嘅，就話不如你去講翻下關於航拍嘅一啲細節啦，尤其是一樣嘢，因為我咧就考咗一個叫香港嘅航拍嘅，或者叫呢一類型嘅航拍機嘅駕駛執照啊嗰啲啦嚇。其實就唔係一定要考㗎嚇，不過我就都係想抱住了解多啲香港法規，咁就去咗上呢啲堂嘅。咁我話好啦，咁啊借咗呢一方面嘅資訊咧，就做咗一堆嘅影片啦，就關於航拍機嘅香港玩嘅時候需要注意嘅法則啦。當然仲有就係基本一啲機身保養啊，仲有就係電池保養啊都有啊。咁啊，如是者一路之後咧，就開始咗一個比較大嘅系列嘅，就係2022年之後咧9月左右啦，我就拍咗第一條關於 AI 可以畫公仔嘅影片。當其時咧，其實呢條片咧就唔係引起好多迴響嘅，因為第一咧，當年 AI 畫公仔咧其實都幾遜色嘅。靚唔靚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產品照啊？諸如此類啦嚇，係直接啲講唔係好上得台面嘅。但係當其時俾我比較大嘅震撼就係，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一個新時代嘅開始嚟嘅。咁啊，講翻少少，其實我有個背景係我學咗 programming 好多年嘅，所以變咗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電腦嘅應用範圍嚟嘅。因為自己咧成日同啲朋友講笑話，電腦再叻咧都只會係喺計算啊各方面叻過人類嘅啫，唔會喺創作嗰度取替人類。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完全係噼啪打臉打得好緊要啦嚇，打腫晒啦嚇，去到2022年嘅時候，我發覺我呢個説話咧係唔啱嘅，因為已經感覺到我哋嘅數學方面嘅一啲公式咧係容許到電腦唔係做絕對嘅答案，從而可以計一啲叫做可能性嘅答案。即係呢啲比較深奧嘅數學咧，咁我自己都唔係好理解啦。但係理念上咧就係話咧，原本傳統嘅電腦咧係好肯定嘅0同1啊，
yes or no 咧，就變咗係一啲就係可以嘅概率出咗嚟嘅，令到我哋嘅呢啲叫創作咧變成可能性嘅。咁啊，如果大家一路最近追我 channel 嘅朋友咧，就會理解到我有講包括咗 AI 繪圖啦、AI 畫影片啦、AI 文字生成語音啦、AI 作曲啦等等嘅呢啲應用範疇咧，其實好多都係基於嗰種嘅計算理念嘅。咁啊，好無奈啦，咁啊可以咁講嘅呢一方面嘅發展咧，係令到傳統嘅一啲攝影嘅人咧係感受到壓力嘅。直接啲講咧，某部分嘅攝影嘅朋友咧，佢哋嘅工作咧可能係鋭減得好緊要嘅。咁啊，某部分嘅工作仍然保留咗。咁啊，將來再揾一集同大家詳細啲講啦。咁但係今集咧就都想講就話喺呢6年裏邊係都可以話我自己嘅 channel 亦都見證咗一定嘅改變，由好傳統仲喺度教緊攝影數碼相機啊，攝影嘅鐵三角啦、ISO 快門光圈啊，到AI 做晒畫公仔、做影片，全部嘅咁多嘅改變咧，令到我都覺得個叫做科技係突飛猛進得好犀利。咁啊，最近亦都有一啲更加喺航拍方面咧，有更加大嘅一啲問題出現咗啦。包括咗美國就sanction 咗啦嚇，即係唔係好中意 DJI 賣佢啲航拍機去美國啦。咁甚至就係中國裏邊都好多地方唔再容許你玩航拍機。呢一方面嘅嘢咧，亦都係限制咗關於航拍機嘅呢啲可以話啦業餘興趣者嘅一啲用到佢嘅可能性嘅。咁啊，當然啦，最近有一個更加唔想發生咗嘅事就係話，由於地球又有一場戰爭啦，原本好可以話係一個普通嘅工具啊，而家基本上都俾唔少嘅國家咧用為一啲叫做高級嘅殺人武器啦。咁啊，應該聽到唔少嘅航拍機係用於戰爭嗰度。咁啊，好呢個係好無奈嘅發展嚟嘅。咁但係亦都我理解到一樣嘢就係話，一個科技究竟應用喺幫助人類定係應用喺即係叫戰爭上高咧，同樣 AI 亦都有咁嘅問題啦。究竟會應用喺造福人類，定係叫做用喺即係叫傷害人類方面咧？咁呢個係要我哋所有嘅人類一齊去探討嘅問題嚟嘅。但係唔好講得咁沉重啦。再講多次，真係非常感謝大家喺6年裏邊對我嘅支持，同埋最緊要嘅就係話對我嘅不離不棄啦。亦都好希望未來嘅日子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唔同範疇嘅知識嘅。多謝晒。